小巴大和馬阿木家族3日前5月30號以4229萬沽售中環站隔籬嘅環球大廈23樓兩伙單位，成交尺價約18,259蚊，尺價重回15年前水平。馬阿木家族早於2004年以1.3億購入23樓全層，當時尺價約9,096蚊。馬阿木家族嘅投資原則多年來採用低買高賣，有入冇出，但自從購入中環中心之後就以沽貨為主，話購入中環中心拖垮佢絕不為過。2017年一眾本地投資者斥資402億購入中環中心嘅75% 權益，馬阿木斥資110億購入當中13層樓層。不過買入之後都冇乜運行㗎啦，近數年雖連環蝕貨，例如2021年7月佢先後出售中環中心20及26樓全層，該兩層物業分別以6.3億及6.93億易手，以建築面積24,980尺計算，平均尺價約2.5及2.77萬，但較馬阿木購入嘅平均尺價3.3萬低咗一大截。而該尺價亦分別創馬阿木等財團喺2017年購入之後成員拆售樓面嘅尺價新低，估計淨係單呢次交易都輸2.5至3億，輸2-3億都要咁沽，仲要累街坊，無非之後因為尺價再創新低。2024年嘅11月，馬阿木家族以1.04億沽出持有中環中心27樓嘅兩個寫字樓單位，成交尺價僅約2萬蚊，較2017年買入時3.3萬大跌近38%。儘管已經連環減磅，但其家族手頭仍持有不少中環中心樓層，財務壓力成本沉重。今日會睇下已故嘅小巴大和馬阿木點樣發跡，發跡後涉獵不同行業，累積一定財富，而中環中心點樣一鋪清佢袋，而更加拖累佢嘅後人要為是次交易付上沉重嘅代價。而家去片，馬阿木係全港最大規模嘅專線小巴經營商冠榮車行嘅經營者，由於佢擁有最多嘅專線小巴路線及小巴，被人譽為小巴大和。馬阿木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潮州市，17歲到港謀生。1952年創立廣發隆米行同埋洗衣店。你以為做米行馬阿木就係個好勤力嘅人啊？然後事事親力親為再致富 ？No no no！ 據講馬阿木為人都好 hea 嘅，會將啲辛苦工作都交俾其他人做。而當時1950幾年，香港銀行業一啲都唔發達嘅，籌集資金都困難嘅。米業商人會以議會形式集結資金。1960年代香港政治動盪，通脹高企，馬阿木每次就會用高息標頭會囤積存貨，善價而沽，賺足數年，從而獲得第一桶金。6、7時，巴士公司因罷工而被迫停駛，市區嘅交通就崩潰。港英政府就默許白牌車進入市區接載工人返工。馬阿木聽聞政府會發牌俾白牌車，而白牌車嘅生意又咁好賺，因應當時米業生意，手頭上就積聚咗10幾萬嘅鈔票。馬阿木就決心積極轉型，投資公共運輸，同友人合資創立冠榮車行，沿用米業議會方式集資，先標會後付款，收購當時牌價約萬多2萬蚊港元可自由轉讓嘅小巴牌照，當時司機工人人工就大約100-200蚊到啦。後來白牌車就越嚟越流行，首先1969年就由9座位增加到14座位。1970年政府對小巴發牌，並限定數量喺4350部之內。喺1972年政府又喺山頂區試行專線小巴，取得成功。1974年開始公開讓人投標，到1977年專線小巴發牌前，馬阿木已累積20幾個牌照。銀行業後來改革，以2成首期就可以供款10年作為招來。馬阿木加快轉業，專注小巴業務，包括1979年
投得黃大仙往慈雲山30號專線服務，加上該區居民陸續入伙，大量乘客光顧，至今穩坐全港小巴嘅龍頭。其子馬橋新、馬橋武同馬橋文同為冠榮車行嘅股東。馬氏全盛時期擁有650輛小巴，經營咗近60條專線小巴路線，為香港整體小巴牌照數目嘅15%。此外，佢亦有經營出租公共小巴、維修小巴、安裝顯示車速裝置、的士出租等業務。馬阿木眾所周知有投資物業，最具代表性嘅係2017年長實以402億出售中環中心，佢係該收購財團中持貨最大嘅買家。馬氏亦於幕後掌握數個保險、管理、酒店同酒樓業務公司嘅大權，同時投資股票同埋經營全港最大嘅水療集團。馬阿木過身後，現由其子馬橋新、馬橋武、馬橋文接掌家族事業。馬氏亦有間上市公司國際永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，分別由3名兒子各佔1/3股權，主營護衛服務、設施管理服務，超過一半收入係嚟自港鐵或其他公營機構及政府部門。馬氏作風頗為低調，好少喺公開場合露面。行蹤亦非常保密，佢啲仔都衣着樸素，以普通車嚟代步，屬香港嘅隱形富豪家族嘅。但中環中心一役就令馬氏廣受傳媒報道。間 deal 嗰時連 The Capital 同 Philo Thong 都出嚟笑成哥傻仔開錯價嘅 deal，點樣喺7年之後仍然好似厄運纏身咁樣壓喺每一個仍然持有呢個單位嘅買家。好，而家等我哋時光倒流7年先，睇下2017年係咩環境。仲量聯行嘅一份報告顯示，喺同年嘅7月底，中環嘅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僅為1.5%，香港整體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係4.2%。哇！中環掂個碌蔗。2017年5月，恒基地產以232.8億元投得中環美利道商業地王，每平方尺樓面地價50,064蚊。2017年9月，中環中心頂樓79樓全層成交咗7.38億，成交尺價高達55,854蚊。哇！呢個尺價好犀利喎，創咗全港商廈尺價新高紀錄。當時有媒體報稱，工銀亞洲有興趣以348億港元嘅價格購買長實地產中環中心75% 嘅股權。佢仲補充啊，一般大型地產公司出售非核心資產，並非看淡後市，而係公司優化資產組合嘅一個步驟。以中環中心為例，如果真正出售，絕對擁有好高嘅日價空間，套現之後可以再投資香港市場，用於賣地或投資喺其他嘅產業。仲好記得內地19大結束之後，北水南下，以天價402億易手咗中環中心75% 股權，尺價平均33,000蚊。買家由中國各處能源、夥拍多名香港有政協銜頭炒家組成。新買家擁有命名權㗎，嗰時可以重新命名。不過我諗而家佢哋都謝晒皮，唔會再有興趣改名咯。呢個交易打破咗2015年由恒大買入灣仔美國萬通大廈紀錄，成為本港最貴商廈。今次交易嘅買家為中國港澳台僑和平發展亞洲地產有限公司，實際買家組合係中國各處能源化工集團，並聯同香港多名投資者，包括盧文端、馬阿木、陳炳志、張順儀、蔡志忠等。後來原本佔買家財團55% 嘅各處能源突然打退堂鼓，由世茂房地產許榮標同金利豐行政總裁朱李月華接手，再餘下嘅股權則由原來嘅股東攤分。其實呢批買家同長實都商談咗多次㗎啦，但長實一直反價，由300億反價到目前402億。據聞長實呢單嘢係先收咗200億訂，之後佢再俾翻個 option 你，就係借翻錢你，俾你完成餘下交易。好典型嘅長實套路啊！其實呢個物業成交之前，中銀香港、匯豐銀行、恒生銀行都提出個融資方案，但佢哋不約而同都講：喂，大佬，金管局呢期睇得好痕，銀行冇得鬆張，你知啦，單嘢喺晒 spotlight 度，3日唔埋2日就上報紙，所以班大孖沙最後先決定採用摩根士丹利嘅融資方案。冇計啦，佢哋係投資銀行，掣肘上的確係冇咁多。最終以大摩為首嘅投資銀行協助買家承造合共80%嘅按揭貸款，而項目2成嘅金額80幾億就由多位買家集資啦。
據了解，呢次投資銀行係以私募形式，以抵押債券用作融資，利息手續費 all in 夾埋超過10厘嘅。有啲買家估計啊，預計半年或者1年之後就將物業可以轉按俾銀行，降低利息開支。但結果就係好多1年之後都轉唔翻到俾銀行。其實喺完成咗交易之後嘅半年內，中環商廈尺價試過急升㗎，項目就由當日股價嘅402億元升到600億。升幅都差唔多成50%㗎，不過又係嗰句，你賣到落袋就真係賺啦。1年之後，一班買家陷入坐貨或者離場嘅兩難局面。原本想將中環中心快速拆售套現，卻適逢樓市轉勢，佢哋獲投資銀行借出嘅短期融資，息口每半年便幾何級跳升。頭半年首先連息8厘，再過半年12厘，第三個半年要18厘以上㗎。條數好金㗎，知情人士仲講，佢哋原本呢就諗住1年內可以沽走部分樓層，撳低咗個成數之後，再轉翻去普通商業銀行。點知卻撞直貿易戰同埋內地經濟轉差，如意算盤打唔響添。的確，佢哋揾香港本地銀行轉按時，亦都遇到困難，按揭成數最多只係借3-4成，太低啦。咁又好合理喎，multiple mortgage 最多咪借4成俾你。部分買家唯有過大海到澳門撲水。聽過有人揾澳門工商銀行做啊，因為唔受 Hong Kong MA 按揭成數管制。不過澳門就應該貴香港大約1厘息到啦。2018年8月，市場出現咗一宗低價成交，確認咗市況逆轉。湯文亮旗下嘅紀惠集團以尺價3.1萬蚊向盧文端購入19樓全層。當時市面普遍成交價都要過4萬蚊，即係劈價超過2成。湯文亮嗰時好巴閉㗎，佢話呢個貨有買貴冇買錯，佢仲笑成哥應該要後悔賣咗中環中心。而3萬1呢個價錢對於喺成哥接貨上面嘅買家根本唔會睇得上眼，但我諗佢哋呢世都估唔到呢個3萬1價可能係可一不可再㗎啦。及後受到加息及持續嘅貿易戰之後 Covid 嘅影響，中環中心買賣陷於停滯。有啲商廈代理指出啊，個別較低層數同埋已交吉單位都願意割價求售，寧願以3厘回報出租。結果就係通關之後，加上發明埋 work from home，租客轉頭都走埋，你斗領都冇啊！冇咩必要，真係唔好做成哥對家。馬阿木嘅後人而家揸住咁多層中環中心，而佢空置率又咁高，租又冇得收，物業又大幅跌價 call loan 就緊㗎啦。條街9點後又冇人，小巴業務冇起色，炒家點算好啊？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啦，中意嘅 super fans 亦得，多謝支持。